青衣分行2領。咁我今日介紹翻啦，就係青怡花園7座高層，一個實用543尺，屬於一個3房加儲物房嘅單位。好，一入門口，右手邊呢邊就係廚房。咁呢度都預留咗位置咧，可以擺洗衣機同埋一個大嘅雪櫃嘅。咁而客飯廳分明，呢邊咧可以擺一個3至4人嘅梳化同埋電視櫃，而呢一邊咧就可以擺到一個6尺嘅大櫃，再加飯台、餐台都冇問題。咁至於景觀啦，咁個單位咧就會係望東南嘅，會係望球場啦、公園啦同埋青衣嘅市景。咁行到走廊嘅位置啦，右手邊咧就係洗手間，咁就係明廁有窗㗎。呢間第一間細房，咁可以擺到單人床啦，右邊就可以擺到書台同埋書櫃，都冇問題。咁第二間細房都一樣嘅，床、衣櫃、書台都冇問題。咁好啦，跟住到主人房啦。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啦，3邊落床，衣櫃都冇問題。咁再加多間儲物房啦，呢個簡直係女士嘅至愛啊！可以做到一個到頂嘅衣櫃啦、手袋櫃啦，同埋梳妝台都冇問題嘅，都係有窗嘅。